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经典回眸国庆特别节目又和您见面了。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和傅全香分别是越剧小生流派范派和花旦流派傅派的创始人。范派质朴醇厚，而傅派俏丽灵动，两者在舞台上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留下了《梁祝》《孔雀东南飞》《李娃传》等经典之作。今天的经典回眸，邀您欣赏的就是一代风华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涯70周年系列演出中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老师的专场。首先请欣赏的是须眉英姿展风范范派专场。珍藏的相册，尘封的回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70年的阴晴雨雪，70年的喜怒哀乐，70年的接水凝聚，70年的寻觅探索，都化作了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一从唱活梁山伯，天下谁人不识君？7代弟子8代人，彩蝶纷飞沐春光。梁祝风靡了大江南北，彩蝶飞出了国门，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重墨浓彩的一页。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戏谑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第8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音乐片奖。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往事。在1954年7、8月间，河南学是这样打扮：胜利第一次穿火旗袍，第一次烫头发，第一次穿高跟皮鞋。那么我就是参加那个捷克斯洛伐克第8届国际电影节。当外国友人看完了梁山伯祝英台以后呢，他们惊叹之声不绝。可怎么也找不到扮演梁山伯的演员。当时发现我穿旗袍的就是我也饰成梁山伯以后呢，大家一片沸腾，照相机咔嚓声不断，签名差点我跑都跑不下。有位苏联演员竟在老师面前做中国式的跪拜，向你投降，向中国越剧艺术投降。苏联著名影星切尔科夫还绑开折扇，弯腰学爷妹情。几天内，邪魅情成了世界女。戏剧大师卓别林夫妇看了《梁祝》后，感动得流泪，在日内瓦与周总理一起会见了老师，并说：“你演得实在是很好。”他已被中国多彩的艺术折服。同唱京味曾烟雨，一边走一边想，我与他同坐共度情一场，一边走一边
想起了18里相送他到长亭。夜间就是今，回忆往事心有尽。他曾经梅花吐露春晓息，我今是你所的不知意，记得成了尘，过了关，他曾经与巧妇一起把茶打。
师从艺70周年的生涯中，他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英俊小生的形象，但是他在玉里麻中塑造的眼肚却是个丑角。俗话说，变行当就是变脸。他的戏路之宽令人折服。观众们说，范老师演官像官，演贼像贼，演眼肚照样的讨人喜欢。我们袁老师对范老师塑造的眼肚艺术形象至今仍赞叹不已，并对他在女小生中独树一帜的阳刚之美盛赞为须眉凤彩，丈夫凤姿。这间与你同去往，夜里与你共压床，将来生个小宝宝。
的新娘。我还有许多话忘记了，我还有许多话忘记了。嘿，新娘子，你怎么不讲话？你是个哑巴。新娘子，你不讲话，我要睡觉了。喂，你怎么不帮我脱衣服啊？你不为他，那我叫妈妈去脱。坐来，坐来。你不是哑巴。新娘子，我要睡觉了。我好冤，好恨啊！难道我真的他配？
底做什么啊？哎呦，龙江真吃的那样。哎呀，来人啊！那我扶你上到困觉。哎呦，这个，哎呀，新娘子，哎呀，我不要你的啊！新娘子，新娘子，我的耳朵好难受。新娘子，你身上好疼呀！看见呀！新娘子，医生，我去请医生，我去请医生。哎呦，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要快来人呐！少爷，我王大嫂没了娘，我大惊小叫，这什么呀？生病了，快要死了，快叫妈妈去医生！快，哎呀，快呀，快！新娘子，我要死了！你不要哭，你不要死！我给你去打。哎呦，我谁要去打？我不要你管。我怎么不管？你是我的新娘子。谁是你的新娘子？你这个爱豆！你也知道我叫爱豆啊？来人啊！哎呀，先生！哎呀，先生！哎呀，这么小，不对呀！我让我走过来。好，走过去。新娘子到底是本儿？哎呀，什么是本儿？哎呀，开房子啊！老夫人本儿内万金，凶险万分，不仅病身，性命难保，而且极所着，搞死了！你怎么这个？我不管你，你们没有血呀，管我！
哎呀，怎么是你呀？他们都怕不过来。哎呀，丫头们不管来，你就更不该来。我不来，你怎么办？哎呀，这病要算算的呀，我还不能死了。嘘，轻一点。新娘子啊，要可只能轻可，千万不要高声啊唱。十倍妈妈来听见，定要逼我离心亡，都怪他害人精，人人见你是阎王，我是太太来看你啊，转身前来送牙汤啊新娘子啊，你快去呀，莫言哭，啥是言哭？去快看，巧呀品味好，乖乖听我把这账，一碗牙汤不凉不腻，人的香，新娘子去了变得更漂亮。来，为你一口，他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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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碗汤呀切新娘子，也吃完了，你的病就会好了。崔少爷，你不叫我耳朵啦？我最喜欢看呢，看到这个学生们的演出新戏，演出好戏，质量好。那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多创造好几个角色是最大的幸福。那不要收个礼物，那戏演得好进步了是最大的礼物，背后我还要高兴。我常常这样想那么就是说要多出名的真实生活的内心世界。神兄有
情义素啊渐渐为，此番行人居民思，举眉一心相同嘞。我以为女儿故须尽速到，女儿读书也应该。只怪我弟弟太固执，终于留下小菊妹。了得高嘞，了得高嘞啊！神兄凛凛在前，自动他催我心。男女同是父母谁，女儿读书名利也该意。神圣夸奖，岂断岂个？我以为天下女儿一般样，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想再分两本也有世界上，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妹。他和文兄交的原因，只是难以启齿啊。神兄你谈是何？像三百无兄有无弟，也无妹也无弟，有缘千里来相会，对于神兄心欢喜，亦有与力量几倍，彼此神兄可愿意。多蒙神兄不见弃，近来见你称兄弟，从此读书月亮关，小弟哪与不愿意？此非好。你叫我说多，我会对你好的。你叫我说多，我会对你好的。耶，你说啥啦？我演何老六，你说啥？我也演何老六啊。你演何老哎，你我都可以演何老六。对啊，这就是符合周总理讲的，越剧女子越剧跟男女合演，两朵花可以并蒂齐放的方针。石哥哥，你今天演洞房，祥林嫂呢？哎，阿芳妹啊，奖励上侬来，我不行。那俺老师啦，来了天作之当中啦，翻穿过火带。哦，我不行，好，我不行。你不行啊？那这样子吧，昨天你演过洞房，对，你年纪轻吧，应该结婚。我老了，还是演林钟。托孤啊？哎，哦，托孤这段弦下腔也真的是非常好听，特别好听。对，应该说是扣人心弦，催人泪下。这个弦下调啊，是我们范老师和宝才老师呢合作，吸收了京剧中的反而黄，吸收过来的。他在粤剧音乐史上的发展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的表现力，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广泛的运用闲暇调。真是闲暇今四座，巾帼不媚俗啊！对，石哥哥，哎，那我给你去放好凳子，我到下面去好好的学习去了。哎，不看到啊！哎，我等你我。哎，阿花啊，不是侬跟我好心，我记得了，1986年，哎，袁学波老师带我们进中南海，到周总理家里呢拜访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你范瑞娟老师是贺老六，你是贺小六，就是我。现在我说你是贺小六。”谢谢。那么我那是承上启下，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不对？那我到下面去放好凳子，你赶快。哎呀，我到阿花妹妹，谢谢你。阿毛娘，阿毛娘啊，到我家赴夜餐，我的光景梦一场啊。三层老落到东宋朝操劳到夜晒干，我已平安里上京从你这苦从不得神啊家，实指望并列夫妻同到老，有垂子半路将一旁毛娘四经里的西归去。你我知怎样都是光，刘杰里破两间咱一生，阿宝要你
亲们啊，快快请早报母儿啊！我呢，自从演越剧以来，一共演过100多个角色，但我最喜欢演呢钢琴、音乐舞、或者儿的人物。尤其我最喜欢演的是刚正不阿、义不容辞的忠臣良将、民族英雄之类，对爱国死人的乐友更是情有独钟。在我古稀之年，终于将声乐剧场搬上来屏幕。
若愿我浪迹天涯，何止在永在？若来试问当时在，上古当空了是为呀若烟幻乱，错从错情当换，此生皆可心头。为断桥边，羡慕开无子，已是黄昏，多是受更上风雨。妹妹，分别3年，你我今日相见，喂，表兄，原本
不该重逢，相逢何必相识？你我竟然成了相逢何必相识的陌路之人了。少夫人，少夫人，少夫人，是我官员做少夫人的吗？你竟然等不及我从临安回来，你安是我受刑之处吗？是啊，你安不是受刑之处，我一介书生，不无一用，哪里还舍得你受刑啊？表兄，你不要舍了。为先我自从嫁作君家妇，朝朝暮暮凄风苦雨，诉奸夫，不管开怀笑，不管风声苦，一年酸与苦，泪水诉一世负。老公子，我怎样兰香射上几句？兰香，你不要射了，我一定要射。可怜魏姑娘早必须生意外，受尽苦衷，百病算身。马路女士勾结事态，强硬强欺，魏姑娘宁死不从，险些丧命。幸亏少公子天时相聚，魏姑娘才夫开一生心。魏信，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与其说他是娶我，说是在救我呀！天哪！天哪！香落雨，望有七出去，三出去，完全属一身胆，却让你受此磨难。今日也是少相公苦劝魏姑娘的心愿，让你们兄妹重逢，也吐苦衷。万民难相，送上水酒。落雨，归离了。
万般为难，老爷难开口，有多少非法光景一绝，神飞绝，自称无计梦难lö十年盼来一心手，切切悲哉，结君仇。圣道表嫂颜色体贴，为先生为威胁，他们可算是你姑妈的严德媳妇，可惜嫁了个话不对己的爱书生。小妹明白，冤会何意？一笔神言，你的监狱营中可否告知叶儿？为妹情归记在母我的满话悲愤为孤举，母亲的去往事红烛都来笑语情，怀疑他的多满意，各自是非常叹息，心灰意冷10年连三月头皮呀，思绪不闲了，千丝万丝尽非子，不必沙场
繁衍。你是真心回来，算是真心知不才。你是真心回来，将领宝剑换几位？你是真心回来，是神弟弟起风来。你是真心回美，刻过昂头我是悲。你是真心回美，做一个好谢宝成的理为嫌我真是心不贪，谈判里长子得罪太过贵，表兄啊，天降奇贼不与谁，不负唐僧不与谁，一目光举不此心情表妹，他同你临水观音同西北，娘子一夜梦回，泪洒当场唱口醉，三年有你就一起。表兄你所转谁美，这一杯我相信似度生与杀，这非绝快饮吧。今日相见，非见红颜。愚兄儿得离去，请表妹指正。不快也罢，这些事你一定要看。
堪耐演的打金枝，我们老师成功的塑造了郭爱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我听我们老师说，在当年陈老总都会背这个打金枝了。哎，吕老师来了，我们用掌声有请吕老师上来讲讲国驸马好吗？吕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呢很喜欢这个打金枝这个人物，但是我在掌握分寸上总是欠火候，你跟我说说好吗？范老师这个角色确实演得非常好，他把那个武生、官生以及人物的那个性格上面的那个正气、傲气，还加一点志气，都有分寸的思路的。他统一在这个人物性格上面。那在公主的那个眼里呢，看到驸马那是可亲可爱可信，在公主挨了一个巴掌以后呢，一个耳光呢，她是可恨了，是不是？是。那吕老师，我想我们老师呢跟我们说，就是说打金枝呢演过了很多的国家，对。那么这个打金枝呢到国外呢不用翻译，外国人都能看得懂。那我想问，金枝到底打过了多少个国家呢？哦，那个打得已经很厉害了，打了很多。从开始我们好像出国来讲嘛，到苏联、民族德国，朝鲜、越南啊，还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到西欧5个国家，什么法国、卢森堡、比利时等等这些国家里边呢，那我们演出确实，打金枝还是他们能看得懂，外国人都说他们能懂。而且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就是比较不是全剧，特别是到西欧去啊，不是全剧，他们都说看得懂。那么，假如说要包括有些国家的，像尼泊尔啦，什么那些国家的那个元首到上海来，那总是要去演出打金枝。那这样的话，那是很多，我也数不清楚有多少国家了。那么好，那我们接下去就请看打金枝。谢谢吕老师。
这类病卡相对老全，不免公们挂起红灯，以后让驸马早些进宫。侍儿们，公们挂起红灯，等驸马为公拜宴时。为的是你，为我何来？我却问你，这世界之上何者为大？天地为大，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在家的事情，孝顺父母。出家之后，你尊敬公婆，却有余来。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70岁，你为什么不去拜寿？今日是凤阳王岁代起，文武百官都大喜，众兄长呈上桌带来拜寿，只有我独是一生逍遥间，我灵灵这样祝福你，不去拜寿是何意？为此区区的小事情，小事嘞！你讨我不把公婆敬，又笑你驸马不知理。你凡说是我不知理，分明是你把我爹娘看不起。硬逼我不进公婆不拜寿，从来是君拜臣恩无此理。众人明文三要定，你家与国家便是不爱的亲，哪一个儿媳妇马公婆拜，哪一个丈夫见妻要迎他礼。我才找你为驸马，逼不得民间夫与妻。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凤凰恰鸟有高低。
家里称名字，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裔。困啊，困啊！既然你是金枝玉叶帝王女，为何与我配不起？是今既嫁与我，就应该先去背水明大理。自古道君为贵，臣为贤，我岂肯与你国家把头低？说什么君臣分贵贱，就是那东宫太子也来背水送人礼。他定是奉了父王的旨意，不得不去呀。走！哇，既算是东宫太子奉了吴王之意前去背水，可讲起来就是你吴王嘛。父王怎么样？他虽不能前去背水，也得背上一份水礼，何况是你？我怎么样？你乃是封阳王的儿媳，我国爱的妻子。走开！你国家谁与谁的功劳？尽管开出狂言，藐视王家，啥不是我王家的恩赐？哪有你国家无知的富贵？呸！你学到国家富贵千上里，听我把就是第一句。二老三骑兵万斤斤，眼见得唐杀天下化回你，一大的江山从无情，多亏了封阳王国子女，啥不是我不知门，东到西上论证不做才你无怎能做皇帝？归你他办！一派狂言是旁飞，尘土君自乎理？举公四大，你有犯意，藐视君王把我弃，啊！怪不得你进宫来不对我迎君成礼，怪不得你当先红灯会封你，随我进宫去便礼，到父王家前去见高你。修长你无情是皇帝，修长你是公子把成亲，驸马爷今日要家兄你。我倒要看你怎样的教训。我不但要教训你，我还要当你。你打，你打，两里也不滚的。真的打我了！哈！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你打死！哎！
明知我也听，当朝何来我看不定。今天也能躲得过明天，反正过一天算一天。唐虞梦似
晚霞问颠倒，边墙恨你偏又离不了，你俩我飘飘又现房墙外那小小摇摇，小小摇摇去泪痕千诉转，随风登堂金锁房，四海上泄露成泥，难是怕呀，今日里要苦苦劝做我父啊心累了，我只想平平静静睡一觉，再不要为琐事操劳。生病他眼界去乞讨，我已是无依无靠无根草，不成娘风雨无尽彩一秒，还只与我相还去，免得娘小小年纪受煎熬。人间险恶不容我，险些苦非永绝娘，杀人临终与何去？报与我四海父，迷途知返能呀。
起来的生鸦片，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你怎么了？你怎么脸色大了？我的手啊，红云，是海，我最后再问你一句话，你可以千万不要再骗我了。什么是这么严重的？我的牛手呢？我爹了，去戒烟了。好，可是我已经吞了生鸦片。红云，那是要送命的呀！心死了，要命又有什么用啊？那孩子你也带走了，红云。举起魔将我请他，回家一记路途遥，送你去医院那迷幻文草，秋天有人医老，秋天流尽一副桃，论团子一治疗，内是长，心是焦，两场恶道红日与交，会是新招，却是今朝了红姨娘，他也无言，凄空悲。红衣，红衣，红衣，
豪横中天横多少？为什么啊？四目怀中将混淆，轻轻抹去谁别泪，去呀去，风雨无尽方最好，莫怕名度混也孤啊，是害我想在天下去宽少，去呀去，同里长眠不觉晓，我查夫妻是那玩偶夫仇不恩爱不在孩子，安上两胎命早了。始终你不可为自己恨天早，恨天早，恨天早，恨天早。离去了下话一句，话一句妻离子在家破城亡，学弟教训明君老。
爱的党领导总是培养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我们演员的艺人五毛，这里深深的发言。此刻的心情啊，我用6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心里蛮激动，慢慢讲，慢慢讲。有6句啊，大家慢慢讲听啊。往事是言猜不走，你海无言苦作舟。五代姐妹同一手，七日春秋可回首。天上有情天亦老，家得月高修自由。